咁究竟我係點樣由20% body fat 變到6% body fat 啫？咁呢個就發生喺我當年玩健美比賽嘅時候，係一個好艱辛嘅過程。但係我都想分享一下我係點樣做到嘅。咁如果依家俾我翻去20% body fat 嘅時候，咁我會點樣做呢？咁今日咧希望可以用呢一條片去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俾我去到一個好肥嘅體態，我會點樣一步一步咁樣去減我嘅體脂肪嘅。咁分享下，今日跑咗8K。依家咧會行得比較快啲嘅，因為落雨，而呢部相機係唔可以濕水嘅，咁所以祈求陣間幫我捱埋翻去先至停雨。咁如果俾我翻去以前，我要減到去極低體脂嘅，第一件事我一定會做嘅就係睡眠質素先。咁如果大家唔知道睡眠有幾影響我哋減脂咧，我曾經做過一條片係好詳細去講解嘅。咁有興趣嘅可以 click 呢條片睇啦，或者我會擺落 description 度，咁大家到時可以睇下嘅。咁睡眠不足咧係會影響我哋身體好多荷爾蒙嘅系統嘅，而所有佢哋嘅趨勢咧都係傾向令到我哋身體食多啲嘢，喐少啲，咁去保存我哋嘅能量。咁呢個時候問題就嚟啦，當我哋瞓得唔夠嘅時候，我哋會肚餓啲啦，我哋會想食好多肥嘢啦。我哋係會冇乜動力去做運動啦，因為攰啦。咁就算我哋真係堅持去做運動，去管理我哋飲食都好，當我哋瞓得唔夠嘅時候，我哋身體係會減肌肉多過減脂肪嘅。咁對比起瞓8個鐘，我瞓得5個鐘嘅話，可能減咗10公斤嘅體重。但係咧，如果我瞓8個鐘，可能我減嘅有6公斤咧係脂肪，4公斤係肌肉。但係如果我瞓得嗰5個鐘嘅，可能我有7公斤係脂肪，3公斤係肌肉。咁呢一個就會好慘啦，即係大家都係咁努力，明明大家都係做好飲食、做好運動，但係因為你瞓得唔夠，導致你個身體係傾向減肌肉多過減脂肪。咁喺呢一個時候咧，就真係超級無敵慘，因為你明明都係付出咗一樣嘅努力，咁但係因為瞓得唔夠。不過我明白點解好多人都會有呢個瞓覺嘅困難，因為始終係香港，我哋嘅工作壓力係都頗大，每個人都有佢背後嘅辛苦，可能要養妻活兒，可能要去讀書，可能要去創業等等。咁但係如果你係想真係優化你減肥咧，我哋人一定要做一個 priority， 即係我哋一定 prioritize 咗瞓覺呢樣嘢先。咁瞓覺我一定會改咗先。而我當時係瞓得唔算太好嘅，因為當時嘅我成日都係一個壓力嘅狀態，係一個好高壓嘅狀態。但個壓力係源自於一個自我懷疑，因為我當時比賽大概係21歲左右嘅，而當時我就去咗一個好困惑嘅年紀，因為我啱啱好畢業，喺大學畢業，唔知可以做啲乜嘢好，有好多對於未來嘅未知嘅恐懼。咁我基本上每一晚瞓覺咧，我都係會好惆悵，我應該做啲乜嘢去令到我個未來更加好。咁所以當時我基本上每一晚都失眠嘅，可能你都係處於呢個年紀或者喺一個人生嘅十字路口度。咁但係我有訓練咗一啲 practice 去令到我將我嘅煩惱降低嘅。第一就係將所有瞓覺時嘅諗法寫低，我會隨時喺個床邊咧擺一張紙擺支筆嘅。咁我有啲乜嘢諗法咧，即刻寫低，咁可以令到我嘅諗法唔會喺我腦海入邊。我知道我要去處理呢件事，但係我將佢唔係 store 喺呢度，store 喺張紙度。咁我就可以諗少啲呢樣嘢。我會同自己講，我聽日先去做決定。我聽日清醒嘅時候去再諗邊一個決定對於我人生係更加好。咁呢一個已經係對於我瞓覺嗰種壓力咧係少咗好多噶啦。因為我本身瞓覺前嘅人就會不停諗嘢，不停諗嘢。咁呢一個小小嘅習慣咧，已經可以令到我舒緩咗好多不必要嘅壓力。咁第二咧就係瞓覺前去做一啲容易令到你入眠嘅動作。咁例如第一，我會做一啲深呼吸。第二，我會睇書，千祈唔好睇啲好難嘅書，係睇啲小説。我係會睇好多可能愛情小説啦，可能啲科幻小説啦，哈利波特啊。咁基本上咧，目的就係去俾你個大腦放鬆。你喺呢個時間唔好睇啲好學術性嘅書，唔好睇啲好難嘅書。你係用一個小説嘅形式去令到你個頭腦去另一個世界去放鬆下。咁第三個咧就係將個溫度降低啲。我哋人體瞓覺係中意一個比較凍啲嘅環境度瞓覺嘅。咁啊，將個冷氣開大少少啦。咁令到容易啲瞓着嘅。咁呢3個招數大家可以試一試。咁所以解決完瞓覺呢一個要點，咁第二個嘅就係提高你嘅活動量，唔係叫你去跑步，唔係叫你去即刻做 gym， 你行多咗先，你要逼你自己每日行多少少先。咁依家所有嘅智能手機都會去計你嘅步數啦，你可以開，因為我用 iPhone 嘅，咁通常個 health 咧入邊有個 steps count，咁你可以見到你每一日行咗幾多步嘅。咁通常我會建議最少9000步以上。可以嘅，11000步、12000步，因為當你行得越多嘅時候咧，你消耗卡路里就越多。而好多都市人咧，平均我見到我嘅學生都係大概5、6千步，
就係起身行去坐車翻工，跟住收工行翻屋企。咁如果你係得嗰5、6千步嘅時候，你係有好大嘅空間可以去進步，而呢個進步嘅空間咧係可以大大增加你卡路里消耗嘅。咁所以你唔需要去刻意去增加你嘅運動量先，增加你嘅活動量先。咁活動量最簡單就係行路。我自己咧依家咧就係，如果我要去坐車坐20分鐘嘅車嘅，我寧願行半個鐘，行7個字，因為我會諗本身坐車都要20分鐘，咁不如我留多10分鐘、20分鐘行過去，咁我可以再多啲卡路里消耗，咁我咪減脂再快啲咯。而呢一個都正正係我依家減脂緊嘅一個 practice 嚟嘅。其實真係好簡單嘅，你可以揀咧。你本身可能如果你屋企去地鐵站嘅時候，你要坐小巴嘅，唔好坐小巴，行過去。本身你係呢一個站落車，直接到樓下嘅，做一個站落車，行翻屋企，可以喺過程中買下啲嘢啊，聽下歌，聽下 podcast， 同時去思考下自己。呢一個過程係好緊要嘅，你不停去俾一個獨處嘅時間自己去同自己傾偈。咁我依家就好享受。我頭先跑步咧8K，我係冇聽歌，冇任何嘢都冇聽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現代人嘅通病，我自己都係，因為就係太多娛樂啦，太多資訊啦，令到根本冇時間去同自己傾偈，冇時間去同自己去進行一個交流。咁所以如果你可以行多少少，喺行嘅過程中同自己傾下偈，你會發現其實你做好多事都會順利咗，你減脂會順利咗，你做事會專心咗，你做運動都會大力咗。呢個係真實嘅，因為你可以更加同自己嘅大腦溝通到。咁所以第二件事就係提高活動量先。咁第三件事就係去食原型食物，唔需要計卡路里先，因為當你一開始減脂，你去計卡路里係幾困難嘅事嚟嘅，因為你要攞個磅出街，你要對食物本身有相對認識嘅了解。但係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，其實咧係唔使計卡路里嘅，你只需要食多啲原型食物。咩叫原型食物咧？就係比較少加工嘅食物，例如肉類，咁你就唔好食腸仔，唔好食一啲加工過，例如啲煙肉啊，例如一啲炸豬扒等等，盡量食一啲越少加工嘅肉類。咁例如我自己咧比較多食咧係一啲白切雞，例如係食一啲普通嘅燒鴨都得嘅。雖然佢會有一啲糖漿，咁但係佢已經係相比起你食炸豬扒、你食一啲煙肉腸仔更加好噶啦。然後咧再食多啲純碳水，唔好食啲加工太多嘅碳水。即係其實白飯啊、薯仔啊、番薯啊，呢啲係一個超好嘅碳水選擇。而好多人咧都係會對於白飯有個恐懼嘅。而白飯其實係一個好健康嘅碳水嚟嘅，真正令你肥嘅從來都唔係白飯，而係白飯撈埋嘅汁。咁所以咧食白飯係冇問題嘅，但係就唔係食炒飯。炒飯就有問題啦，因為好多油。咁所以你可以嘗試食多啲原型食物。咁基本上你只要 Google search 原型食物，菜、肉類、碳水化合物，你會揾到好多好多。咁你就望住啲原型食物嚟揀，你唔需要去刻意地去計卡路里先，你只需要去嘗試下食多啲原型食物，你就會發覺你身體咧慢慢越嚟越健康，你去廁所越嚟越暢通，你個炎症越嚟越少，你會發覺越嚟越精神，然後你個體重咧就會慢慢下降噶啦。呢一點係超緊要嘅。我哋希望做到嘅減脂咧，從來都唔係話你要去計得好精準，每日攞個磅去計嘢食，每1 gram 都去磅。呢個唔係一個合適嘅減肥策略嚟嘅。因為呢一個係一個比較極端，我認為係對於健美比賽先需要嘅策略。對於都市人嚟講，呢一個係完全唔需要，因為呢個唔係一個正常嘅生活方式嚟嘅。咁所以第3步記得食多啲原型食物。咁第4步係啲咩呢？做 gym， 終於講運動啦，就係去做 gym。冇任何運動可以取代到阻力訓練。我唔係講話阻力訓練係第一，但係佢嘅效果係冇其他運動取代到嘅，因為阻力訓練呢，佢係不停俾一個重量我哋身體，而重量先至可以刺激到肌肉嘅增長。冇任何其他類型嘅運動可以增加肌肉，可以好似做 gym 咁有效率。你話徒手健身得唔得呢？可以嘅，但係呢個門檻高啲，因為徒手健身佢比較少器材，你比較難去揀一個合適嘅重量去做。咁所以呢，任何有重量嘅訓練呢，都係一個好嘅增肌。只係我認為去健身室呢，係比較易入門、比較容易去進步嘅一個訓練方式嚟。咁點解做 gym 咁重要呢？因為肌肉對於我哋人體嚟講係超級無敵緊要。除咗關於個體態之外，佢仲係影響我哋嘅新陳代謝啦，影響我哋嘅活動能力嘅。咁新陳代謝呢一點咧係超緊要，因為我哋希望減脂係點呢？係一個盡量用得越少 effort、越少努力達到嘅一件事嚟嘅。即係我唔希望你話你減脂咧係要每日食雞胸、食西蘭花，然後每日要跑2個鐘步先減到肥。咁因為咁樣咧比較係一個唔 sustainable 嘅一個減脂方式嚟嘅，因為比較攰。咁真正爽嘅減脂係點呢？其實好簡單，你見到啲大隻佬呢，
可能佢可以食好多嘢，佢唔使做好多運動，都好容易減到肥，因為佢好多肌肉啊。肌肉咧，佢就係一個最好嘅燃燒能量嘅方式，因為肌肉佢每一秒都係不停消耗緊能量，佢同脂肪組織唔同嘅，咁佢就可以不停消耗卡路里啦。咁喺呢個過程咧，其實係好正噶。你多咗肌肉咧，你本身食1500卡就會肥，你多咗肌肉可能食1800卡先會肥，咁多咗嘅300卡路里咧，就係你個緩衝區啦。咁呢個緩衝區就可以令到你有一個 buffer 喺度。咁我就算食多咗都唔驚，因為我有肌肉幫我燒咗啲卡路里佢。咁所以阻力訓練係必須要做嘅。咁阻力訓練一個禮拜做幾多次咧？大概3次至4次。咁你話唔得喎，咁最少2次啦。咁你可以點樣練咧？盡量做一啲 compound movement， 即係一個多關節動作，因為比較 efficient 啲。你諗下，如果我去到淨係練二頭彎舉嘅，咁我淨係練到二頭肌啫喎。但係如果我練背肌，我做背 pull up 嘅時候，我練到背肌，同時練到二頭肌。咁對於一啲比較忙碌或者一啲新手嚟講，你未需要去單獨訓練一個細肌群先，你可以做一個多關節嘅動作去訓練一個大肌群，同時呢個動作會練埋啲細肌群，咁就最有效率啦。因為你根本唔需要去再嘥時間練二頭肌，喺你呢一刻嘅 stage 嚟講，你少少訓練量已經會進步啦。咁所以你可以上網 search compound movement 複合式動作。咁通常咧就係嚟嚟開開都係幾個噶啦。咁例如就係深蹲、硬拉、臥推、pull up， 即係 pull down， 然後推膊等等，就係一個好常見嘅動作啦。基本上做呢啲就唔好死噶啦。咁之後俾多幾個 principle 大家。第一就係要不停進步。咩意思咧？就係你今次係希望去贏過上一次嘅自己，你今次係要做得重過上一次嘅自己，唔一定係重量噶，可以做得多過下數，即係同一個重量做多一下，同一個重量做多一組，同一個重量落嘅時候落慢少少。總之你要揾到一個進步嘅方式，千祈唔好淨係諗重量，因為重量咧係有限嘅，你唔需要不停每一次加重量，但係你要確保每一次都有啲嘢進步咗，咁你就會發覺你嘅肌肉咧就會慢慢越嚟越大啦。咁第二個原則咧就係要做到冇乜力。當你覺得冇力嘅時候，做多3下，你會發覺其實你比你想象中更加有力。而真正要增肌咧，係要做到冇力前3至5下。我個人認為啦，係最少3下嘅，即係你做完嗰一組之後咧，最多做多3下先至會冇力，可能2下1下都得。咁但係如果你做完嗰一組仲有5下力喎，咁即係太輕鬆啦。雖然喺研究上嚟講5下都 OK， 但喺實質嘅個人經驗嚟講，通常你以為仲有5下，可能其實仲有10下力喺你個身體入面。咁所以盡量你做完呢一組之後，你要確保你夾硬推都好，最多推到3下。咁呢個情況下咧，就真係接近冇力啦。所以當你身體真係接近冇力嘅時候，你嘅肌肉先至會進步咯，先至會向住嗰個增肌嘅方向去出發啦。但係如果你話好驚整親嘢，咁我會建議揾教練嘅，因為始終你揾教練就係可以幫你慳翻好多時間，慳翻好多試錯嘅成本。而教練佢就係有好多經驗，佢係可以帶領你進步得快啲嘅。咁我認為可能一開始你跟教練10堂20堂學好基本功，學好點樣呼吸，點樣去做一個自由重量，學好一啲唔同嘅 technique， 咁之後你再去自己做咧，都會事半功倍嘅。咁最後一點咧，就係要有耐性，你要俾時間去見到個進步，唔好因為覺得呢一個禮拜重咗少少，或者追唔上個進度而覺得灰心。減肥從來唔係鬥快，係鬥 sustain 得耐。即係我可以一個禮拜減到3 kg， 你唔飲水唔食嘢，日日做 cardio 係可以嘅，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最好嘅方式，同時係冇可能持續到嘅。咁所以你真係想做一個好嘅減脂，你一定要做得啱嘅 principles 之後，俾啲耐性，你一定要俾啲時間身體去改變。你身體係好唔想去改變嘅，但係呢個時候你嘅責任就係去相信過程，然後等個結果。咁當然啦，有啲參考俾大家嘅，例如你一個禮拜可能你要減到大概1% 嘅體重。咁但係有時候新手咧，佢個波動比較大，可能同時增肌或者減到脂嘅時候，個體重波動比較大。但係你喺確保你做到你要做嘅事之後咧，等身體改變，我會普遍觀察大概你都要4至8個禮拜先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改變嘅。尤其是係你望自己嘅時候咧，你係好難察覺到改變。通常係你身邊嘅人同你講話你瘦咗喎，你先會知嘅。咁所以咧，你一定要相信個過程。而當喺呢個過程入邊你覺得好辛苦嘅時候，咁就啱啦。咁就代表你身體進步緊啦。因為如果你唔覺得辛苦，你全程都覺得好舒服好飽嘅時候，好大機會你其實係冇減緊脂。因為當你一減脂嘅時候，你一定會有好多唔舒服嘅信號，你身體會不停反抗，就叫你 stop， 唔好再減啦。
咁所以喺呢啲時候，當你收到呢啲信號嘅時候，你就代表知道，我做得啱啦，我去緊我想去嘅地方，我已經肚餓啦，我開始有啲頭暈啊少少，做完運動之後，咁我開始已經每一餐中間會好想食嘢，好想食零食，但係我堅持住唔食，因為我相信個過程，我要去到我想去嘅體態。咁所以最緊要就係相信自己，相信呢個過程，相信你嘅努力係會有回報嘅。我知道好多人咧都會諗，唔係喎，咁做 cardio 點啊？咁我係咪應該要做 cardio 啊？喺呢個階段係唔使嘅。通常你做好頭5步咧，你嘅體脂已經會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嘅。但係如果你真係好想做 cardio，想再加快個過程咧，我會建議唔好一嚟就跑步，真係唔好一嚟就跑步。咁我有條片去詳細講點解唔好一開始就跑步嘅。咁我就會喺嗰度咧再同你分析下點解唔好一減脂就不停跑步，因為會有好多後果嘅。咁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關於跑步嘅缺點咧，咁就 click 呢條片啦。咁我哋喺嗰度再見啦，拜拜。